日开始就会当伫网络顶买喙罨咯。当然，嘛是照常会当到药房去买。也毋过今仔日药房外口排队买喙罨的，也是排甲长。药房的药师嘛，趁这个机会来发起着500万人联署，替台湾加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。伫全国6000间的健保的药局放 QR code， 希望民众排队的时阵会当先煞来扫一个 QR code。 今仔药局同款拢是排队买喙罨的人，虽然这喙罨已经开放网络买，但是对袂少人来讲，也是亲身来买较方便。 除了一个网络比较不熟，第二个你还是要到那个超商去。我们很方便，排队很方便。你不会想要用网络买？我不会用。现场排队会当现买现退，不要用网络的人也是选择排队，但是伫队伍当中也是有看到不少少年人。觉得现场比较方便，公司刚好在旁边。 新名册喙罨2月初6上路，全国6000外间的健保药局配合贩卖。即卖药师嘛加入联署台湾，加入 WHO 的活动，希望民众一面排队一面扫 QR code 联署。口罩实名制的时候，药师跟民众站在一起防疫的一个措施，也希望呢，在今天呢，希望民众可以来跟我们药师一起站在一起，来挺台湾加入 WHO。 联署目标希望达到500万人，甲台湾挺入 WHO。同时，药师嘛再次呼吁民众排队买喙罨，这态度爱较好小可，做伙为防疫尽心力。